2026年粵港澳學校國旗護衛隊交流展示活動近日喺佛山大學圓滿落幕。活動現場，參賽隊伍隊列整齊，步伐鏗鏘，升旗禮儀動作乾淨利落，展現出年青一代護衛國旗、心繫國防嘅責任同擔當。今次活動係2026年廣東省國防素養大賽首個開賽並完成所有賽程嘅項目。透過國旗護衛隊比賽、國防教育成果交流等形式，集中展示粵港澳學校嘅國防教育實踐。比賽共有128所高校及37所高中參賽，喺高溫中錘煉隊列，決出1等獎20支、2等獎38支、3等獎56支。他們呢要練成這種那麼精準的一個動作的話呢，他們付出了大量的時間，所以呢，也付出了大量的汗水。我覺得他們用他們的最簡單的行為來體現對國旗和對國家的一種崇敬和敬愛吧。我們作為國旗護衛隊的隊員，當然是要把屬於大學生、年輕人護衛國旗、保家衛國的精神風貌展現出來。我第一次參加，我們學校是訓練2年，從大一的學習正步到大2學習禮槍，這麼一個過程，都是在為這個比賽做出了比較長久的努力。賽場之外，國防教育大篷車、模擬射擊、VR 無人機操控等體驗項目亦都同步展開，吸引師生廣泛參與。各地市及參賽學校集中展示國防教育工作成果，多維度呈現粵港澳3地喺國防教育領域嘅探索同實踐。今日呢個粵港澳3地呢個活動有關於國防教育呢啲嘅推動嘅話咧，對於香港我哋嘅學生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體驗啦，亦可以係讓到香港學生更加了解我哋而家國家發展嗰個嘅情況啦，了解我哋嘅國情啦。